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肚脐流汤，竟然是腰笑癌。台南一个75岁太太，肚脐会削高出来，而且会臭臭，家己抹药嘛抹袂好，到病院去检查，不得了，竟然是腰笑癌转移到肚脐所形成的一块瘤，叫做玛丽修女结节，目前当咧治疗。医师来提醒，肚脐若是生迄种定的肉瘤，搁会流汤，都要注意，真有可能是咱的体内生歹物啊。不少女性介意安尼穿，露出肚脐，伫肚脐顶面会当看出着健康的状况。台南有一位75岁的老太太，伊的肚脐长期拢会摄出臭味，家己抹药啊拢无好，结果到病院检查，医师行一条，竟然治着腰笑癌。肚脐顶面有一粒黑肤色的物件，都是腰笑癌转移到肚脐形成的。肚子里面的一些器官呢，它可能呢，像大肠也好啦，胰脏也好，胃呢，它会有时候会随着淋巴而转移。医师提醒，肚脐若出现定物件，要特别注意，有可能是恶性肿瘤转移到肚脐，要赶紧就医。事实上，肚脐会当看出其他状况。出现一些蓝色的隆起，那旁边还有一种条状的蓝色的东西，这个呢其实呢是这个肝硬化变常见的一个现象。像肚脐无伫中央的位置，可能就是龙骨切弯，这类种脂肪肝、妇科的疾病。若是安尼红红的，有可能就是胃癌、腰笑癌。若是安尼痛痛，但是倒病循消落去，这就是可能散去。民众平常时发现肚脐四周围有无同的状况，要特别小心，而且量早就医。